啲嘅失敗，揀啲受害人嚟打擊，咁你哋唔好彩咯，係嘛？因為 the time has come for you and you are the easy target。係咪啊？因為真係咁好彩，我大概喺20年前，我係30啦，而家講30年前啦，差唔多。我係啱啱大學畢業嘅時候，就開始香港社會開始討論同性戀嘅議題，有一班大學先開始討論啦。當時係曾家達、張燦輝，你知呢啲人係咪啊？我哋都要多謝佢，佢哋當時就係開始提倡同性戀非刑事化。政府就因為自己內部有事啦，係咪啊？即係麥樂倫事件，我話原來啲差佬當然啦，英國嘅差佬梗有幾個係好斷背山式噶嘛，梗有㗎啦，呢個就梗即係呢個係被逼出嚟添㗎啦。你韞佢一日韞佢18個鐘，一個幫辦帶住下邊班僆，女人就唔準掂咁樣係咪啊？去到砵蘭街就唔準食便宜免費餐咁樣。咁佢搞得多，咁可能有2個係搞出嚟嘅，有2個係天生嘅咁。咁於是咪出現麥樂倫事件。麥樂倫事件一完咗，政府靜雞雞就非刑事化咗同性戀者，呢個係好。但係可惜嗰個仗係贏咗一半啫，仲有一半咧，點樣能夠達到同志係平權咧？呢樣嘢啱啱 the time has come。95年聯合國開始人權委員會開始刪呢樣嘢，開始話你應該同志應該咩啊？反性傾向歧視係嘛？性傾向歧視應該係等於性歧視嘅一種。你哋應該全世界人都剷咗任何對同性戀者歧視嘅社會條例。喺嗰一刻，啱啱就係共產黨冧咗台，美國嘅基督教冇咗對象去砌，冇對象去砌係好大鑊嘅，你知唔知啊？佢係代表冇錢嘅，呢個最大鑊。代表好多人咧唔知做乜嘅，因為有陣時我哋喺英國讀神學就知，我本來訂開一份期刊。同埋書就叫做嗰個組織叫做 Religion in Communist Land 咁樣一個組織，哇！點知突然間1991年全部 Communist Land 嗰啲都冧晒咁，咁嗰個組織係咪應該收工啊？但係可惜人生就係咁，你一生投資咗落去一個 course， 咁個 course 收工，你係咪即係跟住收工啊？咁所以咧有啲人聰明嘅就儲定錢咁佢可以退休咁好啊，但係有幾多人咁聰明啊？冇啊嘛，個大部分人都唔係嗰10個。聰明嘅童女嚟㗎嘛，都係瞌眼瞓 hea 爆嘅童女啊嘛。咁於是乎佢咪收唔到工，咁佢咪要揾個第二樣嘢咯。於是舊年阿羅賓遜主教嚟嘅時候就同我哋講咗呢樣嘢。呢樣嘢羅賓遜主教講，唔知大家有冇對你哋呢個同志組織係咪 common knowledge 咯？羅賓遜主教聽過一個自己係共和黨嗰邊嘅重要人物爆過，佢哋成班教牧去咗科羅拉多就傾我哋嚟緊點算。共產黨冧咗啦，我哋點算？於是乎佢哋pick out同性戀者，呢個係我哋下一個打擊嘅目標。呢個就係我哋今時今日講嘅所謂 conspiracy theory， 即係話陰謀論。點解呢個1991年前蘇聯冧咗之後，開始有10年偉大嘅美國醖釀要攞中國做頭號敵人？因為原來美國嗰個社會建制，由於打呢個冷戰打得太緊要之後，佢成個社會建制已經係組織咗準備打人，你明唔明意思啊？即係於是乎你突然間嗰個敵人消失咗，原來敵人嘅消失，你先發覺敵人係咁重要㗎。原來咧要千方百計去保護你嘅敵人唔好消失。原來冇咗敵人你就冇存在嘅價值啦。咁於是乎佢冇咗呢個前蘇聯啊同埋啲東歐國家做敵人，於是乎佢要揾個新嘅敵人。而同性戀者就非常之唔好彩，成為佢哋嘅新敵人。於是乎過去喺美國吹過嚟嘅呢一陣邪風，風起雲湧咁吹過嚟，叫我哋香港人一齊潑火，就係去對同性戀者，係冇基礎嘅。呢個冇基礎我哋唔覺嘅，直到即係你真係坐低有一日，即係夜闌人靜嚇，清風明月，突然間諗，我就係咁。1998年嘅時候，突然間有一晚諗。個死仔關啟文翻嚟做咩啊？搞呢個同性戀者個死仔，我真係可以叫佢死仔。我係佢嘅師兄，中學係個師兄，大學嘅師兄，去到阿賓啲讀神學係我叫佢去讀嘅，竟然湊大一個咁嘅怪物出嚟。然後佢就飛黃騰達啦，佢係教授就副教授就嚟做教授啦，但係我係講師仔，冇所謂嘅呢啲。我哋真正嘅基督徒唔係追求呢啲，但係問題我可以叫佢做死仔，點解？因為呢個死仔我睇最大㗎嘛，
我睇住佢讀唔讀到書喎，佢都唔識神學，佢掛住啲宗教哲學，咁點解佢可以搞呢啲嘢咧？佢為咗乜嘢搞呢啲嘢咧？連後邊我都估到添，不過我費事講啦，呢啲係人嘅私隱。但係我想講前面就係點解呢個死仔要搞呢啲嘢？嗰陣時仲未明，我只不過係話當佢搞嘅時候，我要諗下呢個死仔我就同佢唔係幾啱㗎啦，即係個 style 已經。不過問題就係我都唔要作為基督徒要唔要支持佢個 cause？但係當我諗嘅時候，我就發覺 there's no reason I should support his cause。但係當然你可以話我都諗得慢。如果當時我應該睇穿係咁做乜，或者好多人想做乜嘅時候，我就應該話我應該盡我一切嘅力量，當年就去砌佢。你唔好搞呢樣咁嘅嘢，好唔好？你咩好搞？你唔好搞呢樣咁嘢。你大把嘢可以搞，點解你唔去搞？要搞呢樣咁嘅嘢？咁當然你可以話其實唔係。香港教會嘅悲劇就係by the time去到1997年，香港教會覺得好多嘢都唔敢搞。6·4唔敢搞燭光悼念。係咪啊？唔敢搞立法會全面直選，唔敢搞董建華，仲要為董建華祈禱，係咪啊？仲要對住全世界講董建華我愛你咁樣，又用錯字眼啦，係咪啊？董建華上帝愛你啊嘛嚇，不過你要悔改，因為上帝愛你啊嘛。佢唔敢咁講嘛，董建華我愛你，搞到話蔡依好似同董建華有路咁樣，搞到佢兩個要穿櫃桶嚟呢度，咪匿櫃桶入嚟你呢度聚會。有冇搞錯啊？即係呢個就係已經係基督教嘅一個嘅墮落，當年就係咁樣墮落喺呢度。好啦，今日咧，今日係最新個戲碼啦，係咪啊？今日本來我哋係諗住講呢個，不過大家好似瞓咗覺啦已經嚇。不過講咗少少，請你放呢個 PowerPoint 我嗰個 file， 着翻燈，唔該你。我唔係話，我唔係用嗰種軟性壓迫㗎。哇！你唔係話俾寫明啊？哎呀，你好歐喎！唔係咁喎，而係話弟兄姊妹好認真，用認真嘅角度，好誠懇嘅角度講，你唔投俾社民連，你投俾邊個啊？你投俾民主黨、公民黨、民建聯、工聯會？你唔好嚇我啦，係咪啊？或者嗰啲獨立候選人梁美芬？佢話佢為咗良心嘅緣故，唔繼續 draft 嗰條反性傾向歧視法啊！佢為咗良心嘅緣故，哇大鑊！點解呢啲黨冇一個敢為你企出嚟，你仲去投佢？你自己傻唔傻啲啊？因為你覺得公民黨夠中產、夠 high class， 其實公民黨嘅特質就係高檔黨，夠高檔啊嘛，係咪啊？喺港島半山住嘅咁係咪？嗰日余若薇揸住架寶馬開篷出嚟拉票㗎嘛？哎呀，開篷夠威啊，夠 high 啊，姣閃啊！我就投佢啊！你唔好咁 snobbish， 我哋個講法就叫 snobbish 係咪啊？呢個係勢利嘅態度嚟㗎。公民黨唔幫你，點解你要投佢？佢冇公民價值咯，係咪啊？民主黨咪鬧涂謹申個衰仔咯，又可以叫衰仔。你話我幾老？我可以真係恃老賣老。涂謹申係我當年喺 FVS 做幹事嘅時候臭咁嘅僆仔嚟㗎嘛。當年係我搞港大團契嗰個憲章，搞到佢變咗有除咗個團契團長之外，整多個叫議會主席。咁佢呢條友咧就真係有政治觸覺㗎嚇。一見到有個議會主席，第一時間彈出嚟話我要做議會主席，咁咪俾佢做咗咯。跟住攞呢樣嘢招搖過市咁樣，招搖到今日咯。咁佢個人壞嘅，不過只不過佢人冇吉事啫嘛，係咪啊？搞到要求票催票啦，咁佢有冇幫你哋啊？冇咯，係咪啊？咁當然你話社民連，我真係會講點解我要叫你投社民連啊？因為唔係我，因為我齋 Sir 咁大嘅份量，所以逼到成個社民連要撐同志啊嘛。第一，我嘅社民連裏面真係有同志已經入咗。第二就係毓民自己嘅人夠 fair，我都幾驚㗎初，因為佢係話啱啱信咗主，我最驚佢啱啱信咗主嗰啲即刻係成個馬時亨式咁樣嗰啲啦。咁點啊算啊你哋？點知佢雖然呢頭信主，佢仲有佢自己嘅嗰個獨立思考根，有自己嘅斤兩。因為點解？因為毓民佢係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有佢自己嗰度正氣，佢唔係全部
跟足你基督教會而家教嗰套，就係等於耶穌嘅道理，佢自己有自己獨立嘅 interpretation。於是乎佢自己都話應該幫同志，啱啊！社民連係幫所有弱勢，所以咪幫埋同志咯。咁所以我要派呢張卡片俾你，就算你唔投社民連唔緊要，就算你唔中意前面鬱文剪咗佢啦，留翻下邊嗰橛啦，係咪啊？嗰句嘢仍然係非常之重要，你要成世記得嘅喎。真正嘅和諧社會不是爭議的消失，乃是公義之彰顯。啊，大家唔好介意嗰度寫錯咗一個字嘅爛鬼字，印錯咗，搞到嗰個意思啱啱係相反嘅嗰個。啊，真係幾位得意啊咁啊！所以咧就結果要全部揾白油油咗佢。不過咧，梗係唔係我油啦，我哋呢啲階級。呢啲係咩啊？我哋呢啲階級敵人嚟噶嘛，我梗係用階級壓迫我個菲傭油噶啦，所以用油都唔幾好，唔好介意嚇。咁大家唔緊要，自己攞張翻去係咪啊？咁你唔啱嘅話，照自己嘅菲傭再油多次，咁咪咯係咪？咁但係咧，要嚟攞呢張嘢翻去，擺喺書台面前睇住記住係咪啊？如果你真係要追求公義嘅秩序，呢個講咗公義秩序核心嗰個基督教精神，點解我哋基督徒聽住和諧社會會覺得真正嘅基督徒啊，唔係嗰啲基督教保皇黨或者基督教黃黨，唔係基督教保皇黨啊，個保字要抌咗佢㗎，因為嗰班人底層唔係諗住基督教去保皇，係諗住基督教自己做王，明唔明啊？所以真正嘅名叫基督教黃黨嗰班人，佢哋覺得和諧社會呢個 term 好好嘅，因為用喺教會就係點樣叫和諧社會啊？即係當阿黃弟兄你俾嗰個。咁揸緊車泊唔到，然後鬧你一輪之後，弟兄你唔好鬧翻佢啊！因為你應該用愛心包容佢啊！因為和諧社會嘛，和諧社會呢個 term 係愛嚟壓迫你用㗎嘛。真正嘅和諧社會裏邊一定唔可以冇咗呢樣嘢，冇咗呢樣嘢和諧社會就係假嘅和諧社會，係遲早會 fracture， 即係話遲早會冧檔，遲早會起衝突嘅和諧社會就係咩啊？公義嘅彰顯。如果一個和諧社會裏邊冇公義，點樣和諧啊？咁乜嘢叫做公義啊？喺一個譬如以你哋同志群體嚟講，一個和諧社會嘅核心嘅公義就係俾翻同志應有嘅仁愛咯。公義同仁愛係分唔到嘅，俾翻同志應有嘅仁愛意思咩啊？同志應該有平等嘅權利咯。冇平等嘅權利點為之公義啊？係咪啊？而家不斷喺度壓迫緊嘅就係唔俾同志有應有嘅權利，不斷 deny 你應有嘅權利啊嘛！我哋睇下邊啦，請你幫我開呢個黃國棟。黃國棟先生佢自己係咪真係支持同志我唔知，不過佢呢樣嘢好 fair，佢就係篤爆呢樣嘢。哇！你原來成份嘢嗱，你褪落去下邊啦，褪到我叫你停下，唔該你。嗱呢個咧就係下邊有兩個 response， 唔睇你佢就跟住落啦，麻煩你嚇。好啦。落到呢度，呢個麥佩全就係聖文化學會講下呢篇咁嘅文，大家都可能知㗎啦。跟住落去，好啦，跟住落去，去到邊啊？就係呢個咯。性傾向歧視立法最新消息係咪啊？哦，唔係呢個，再落啦，再落，唔好意思嚇。係啦，網上大氣計再落。sorry， 我應該擺上啲。喺呢度啦，大家都睇過呢個啦，係咪啊？8月10幾號。呢一個宣言，大家唔知喺呢度聚會有冇討論過啊？請問點解你哋唔討論啊？我想問，你哋係同志組織呢件事係關乎你哋嘅大事，點解唔討論？係因為冇人帶到你討論啦，因為你哋自己唔想面對，因為每一次面對都係一種痛苦。你跟住要討論喎，咁請問大家有冇邊位係聽過我喺民間電台解讀呢一段嘢啊？一個咁大把。你翻去可唔可以幫手 download 翻嗰段嘢 send 晒俾所有同志翻去聽？嗰段㗎，我今日唔準備講，因為已經用咗你好多時間。但係我真係要講，就係話嗰段嘢我好詳細解拆呢一堆嘢，話俾你聽呢一堆嘢點樣垃圾法。呢堆嘢係對你哋嘅最新嘅壓迫。呢堆嘢嘅意思即係好簡單啫。如果你哋同志自己同居又好，或者將來有一日就算將來有一日準呢個反性傾向歧視組織咗正式嘅家庭，喺裏邊，你兩個 partner 是一個打傷對方，都唔受家暴條例保護，除非你有人再花時間去申請司法覆核呢條家暴條例，違反人權同埋違反。如果我哋已經有反性傾向歧視法，違反反性傾向歧視法。
因為而家嘅家暴條例已經過咗啦，8月1號香港政府裏邊係特登唔包同志落去嘅。咁啊，即係各位 partner 正啊！你對你個 partner 都唔係幾 happy 㗎啦，都已經有心飛佢啦，諗住玩到第二個㗎，你翻嚟咪打佢一鑊咯，打咗都冇人啊，冇呢條例去告你，有第二啲，不如第二啲罪名輕好多㗎嘛。Come on， 點解你哋唔討論咯？呢啲嘢係對你哋最重要㗎，係呢個群體啦。今日我哋要講一講，趁用咁嘅方式講，拐個彎講係引申多一點，等大家諗。公義嘅秩序係你要自己有份去爭取，你自己唔爭取，冇人幫你爭取。尤其你哋自己係一個弱勢社群嘅話，你哋自己對於關乎你自己公義秩序嘅嘢，你應該好留心。你哋唔係淨係嚟呢度唱 Singspiration 㗎。如果係你，不如去靈恩教會唔算咯。唱嘅時候佢都唔會識別你係同志，唔準你唱㗎嘛。咁點解你要嚟到呢度？你嚟到呢度除咗係敬拜上帝之外，亦都係互相支持。就喺你呢度，你應該要傾呢條條例，呢條條例點樣錯？你應該組織一班人肯出櫃桶嘅去嗰度示威咯，去明光社示威或者直接去政府總部。點解你國家暴條例唔include同性戀者？我喺民間電台已經講得好清楚，一即場解嘅又係。之前我唔知去傾呢單嘢㗎，我淨係咧之前咧真係爛鬼咯，要暴露啲私隱添。我老婆竟然係捐錢俾明光社喎，我真係嚇死我。然後佢仲收到明光社嗰份爛嘢喎。咁嗰陣時我哋成家喺加拿大翻嚟，咁見到明光社爛嘢，梗係即刻抽起費事俾佢睇啦。咁啊掀開裏邊咧，原來就有呢層咁嘅嘢喺度喎。咁我都唔睇嘅嗰陣時，我根本冇興趣睇明光社嗰啲嘢。不過我睇完，我就發覺，即係嗰日上到民間電台阿牛嗰度睇完，我只能夠形容就話。呢個其實係任何讀過少少李天命嘅分析哲學都可以做得成功嘅一個決定，批佢啦，寫得咁渣。阿 Doctor 關你點樣教你啲下屬㗎？或者就係因為你唔中意阿李天命嗰套，所以你啲太唔掂啊！你語理不清、語意不清啊！呢套嘢大家睇落去啊！前面翻上前最前面先，無情情。維護家庭宣言要求政府及落立法會候選人，弟兄姊妹點解你哋唔做嘢？你應該做嘢同埋周圍 mobilize， 周圍啲人做嘢，用 email 好，打電話好，叫大家唔好投呢啲候選人。嗰啲明確支持維護家庭係一男一女婚姻制度嗰啲候選人，即係冇投梁美芬咯。你睇而家投咗去入咗去啦，大鑊係咪啊？佢又懶話自己係即係律師大律師，又有法律專業，然後佢又要繼續支持或者話反對政府就呢個反性傾向歧視立法，仲要翻去教會大吹特吹、大雷特雷，就話我係基於良心嘅緣故唔贊成呢個咁。一般嘅無知嘅教會會友咪聽咗佢點係咪啊？尤其阿蘇牧師嗰個 Mega Church 係咪啊？就會成個 Mega Church 55000票俾佢 carry away 嚟到聽佢點。但係你話家庭是天然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到個社會和國家的保護啦。呢個佢個 presentation 呢度好聰明㗎，令到你以為世界人權宣言係撐呢個一夫一妻制家庭嘅，其實唔係嘅。世界人權宣言根本喺寫嘅時候，1948年接納嘅時候，當時根本未有同性戀議題。